暑假係旅遊旺季，好多人都會揀呢段時間一家大細去旅行。除咗要揀參加邊個旅行團之外，安全起見都會揀埋旅遊保險。但係消委會就發現有4間旅行社規定要購買佢哋指定嘅旅遊保險，如果唔係就唔可以參加佢哋嘅旅行團。呢4間旅行社包括美麗華旅遊、關鍵、信誠假期同星級假期。我哋去過關鍵、詢問去泰國同北京嘅旅行團，我哋並冇提過要買埋旅遊保險，但職員喺介紹嘅時候就已經講埋收費當中包括團費、機場稅同埋旅遊保險189蚊，而單張亦都列明一定要買佢哋指定嘅旅遊保險。而另外2間美麗華同星級，佢哋都話參加佢哋公司嘅旅行團一定要買佢哋指定嘅旅遊保險。消委會話佢哋指定購買嘅旅遊保險未必係最平，有啲比起其他嘅旅遊保費貴成1倍。如果你參加其中一個強制式嘅旅遊保險嗰個嘅團呢，你嘅保費咧係由181蚊到198蚊不等，都係全球環球嘅計劃。咁但係如果你喺其他嘅保險或者就算旅行社代理嘅旅遊保險買一個中國嘅基本嘅旅遊保險呢，係84蚊嘅啫。即係話我由180原本捆綁式咧就要求我至少181蚊。但係如果我淨係買一個中國基本嘅旅遊保險呢，我只係需要84蚊，就已經平過超過一半㗎啦。消委會話唔認同呢啲捆綁式嘅銷售手法，認為參加旅行團同買旅遊保險係2個獨立嘅決定，捆綁式銷售會影響消費者嘅選擇。旅遊業議會就表示冇制定有關嘅指引同守則，呢一方面屬於旅行社嘅商業策略，認為業界需要喺顧客報名之前解釋清楚。